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2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2篇，内容记上卷21章20节到29节，马可福音第9章第9节到1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违背。以前细汉的时阵，无有啥物娱乐，电视也是还是这个黑白，渐渐才有彩色的时代。当然嘛，无啥物即摆人安尼讲安尼追剧啦吼。若有，大部分的人毋是看歌戏，就是看布袋戏。大部分是囡仔啦吼。当时上红的布袋戏就是黄俊雄的布袋戏《分手大女侠》，迄个主角是苏艳文。迄中间有一个歹人叫做庄敬仁，伊的名言就是讲：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基督信仰对伫顺服上帝的人，或者是讲违背上帝的人，基本上嘛是共款爱面对审判。但是无共款的是，就算是咱会违背上帝，但是犹原有生性命的机会，只要愿意咱回转来向上帝。但是真侪时阵，咱可能是有意，也是伫无意中来得罪上帝，违背上帝的旨意。比较可惜的是，有真侪人拢是选择执迷不悟，毋肯回转。伫列王的历史的中间，侪的王基本上嘛是拢安尼。大部分拢惊上帝眼中看做邪恶的事。伫今仔日的记载中间，咱也看见着亚哈王的故事。圣经讲亚哈见着以利亚，就讲：我的冤家啊，你找着我。以利亚回答：无毋对，我找着你啊。你存心做上主看做邪恶的事，因为安尼上帝对你讲：我要降灾祸互你，要除灭你甲你的家族所有的男丁，无论是自由的、无自由的，拢要灭尽。你的家要亲像尼巴的囝亚罗波安的家一样。嘛要亲像亚西亚的囝巴萨王的家一样，因为你互以色列人陷入伫罪的中间，激我受气。至到伫亚西别，上帝讲狗要伫亚述列城食伊的尸体，你的亲属死伫城里，要互狗食掉。死伫郊外，要互飞鸟食掉。圣经搁进一步伫25节到26节解释亚哈王的问题，安尼讲：要有人亲像亚哈安尼存心做上主看做邪恶的事，这拢是对伫伊的某亚西别的煽动。上帝捌伫以色列的面前将阿摩利人赶出去这个所在，亚哈却甲阿摩利人共款去拜偶像，犯着上可恶的罪。咱看见这种的执意、故意，并且存心违背上帝旨意的人，应当着爱亲像23节到24节的经文记载，被处刑罚。圣经所记载的王后亚西别，
将会去拄着上帝刑罚来惨死。因为阿哈王不但是惊歹，更较是因为听信伊的王后、伊的太太的要求，犯极大的恶，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，背离上帝去拜偶像。不但安尼，因更较是杀害着上帝的先知，嘛追杀先知以利亚。这个情形比处极刑嘛未超过啦吼。但是上帝犹原是怜悯慈爱的上帝。头前咱有讲到，只要愿意回转上帝的人，上帝就要赏赐赦免的恩典。圣经甲咱讲，上帝就是用安尼的听来对待阿哈王。27章来讲，以利亚讲完了后，阿哈就拆里衫脱落来，穿满衫。伊无食物件，穿着满衫困，搁真爽志行来行去。上帝就对以利亚先知讲：“你有看阿哈伫我的面前安尼谦卑无？因为安尼，我无伫伊活地的日子降灾下，我要伫因囝执政的时降灾下，互阿哈的家族。”马可福音的记载，耶稣基督伫山顶变面相了后，落山所发生的代志。这个变毛山的代志，咱伫明仔载的主日信息的中间会来分享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见着门徒甲耶稣基督谈论到伫以赛亚的代志，就提到着今仔日旧约的经文，耶西别追杀先知以利亚的事。耶稣基督吩咐门徒伫还未搁活进前，毋通伫山顶所看到的变魔的事来宣扬出去。因就遵照耶稣基督的吩咐。但是接续门徒，因就问耶稣基督讲：为什么经学教书讲以利亚必须先来呢？耶稣基督就回答因讲：以利亚的确要先来重整一切，但是圣经顶悬为什么去讲人子必须爱受苦难被弃绝呢？我甲恁讲，以利亚已经来啊，因却随意来对待伊，亲像圣经所讲有关伊的话。犹太人的先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，但是以色列人并毋是真正真尊重先知。特别咱看见阿哈王受到引诱，离开上帝的真道，就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因任意来对待先知。对于耶稣基督，其实嘛是同款。当因需要救恩的时阵，就海惨来求上帝。但是因并无谦卑，也无够顺服，骄傲的因宁可来违背上帝。我想这个代志对基督徒来讲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是毋是咱真容易亲像以色列人共款，袂记即上帝的救恩，骄傲来选择离开上帝，违背上帝呢？咱只有坚持伫迄个基督里，就是伫上帝的旨意的下面，咱才会通蒙恩得救。诗篇第2篇。列国是安怎得做声势？万民是安怎计划空空的阴谋？地上的君王得拜阵，
统治的斗阵计谋，要对抗上主甲伊选立的王。因讲，咱来讲喙压制咱的骹车，切断捆绑咱的锁。上主坐伫天顶得笑，在天笑因的阴谋。伊受气，甲因警告，发圣地，互因惊吓。伊讲：伫我的圣山锡安，我已经设立所竞选的做王。王讲：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。伊甲我讲：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对我讲：我就将列国互你做领土。将全地互你做产业，你要用铁管甲因讲，亲像讲喙会飞啊去。正君王啊，着谨慎；统治的啊，着接受警戒，着用敬畏服侍上主，用惊吓屈服伫伊的骹下，才免伊起圣地，互恁伫路中灭无。因为伊会随时发受气，找求上帝做避难所的人真有福气。感谢天父拯救阮，也互阮会通来学习遵行你的旨意，无有骄傲，无有违背。会通继续得到你的保守甲救恩，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